走进陈志雄精心打造的恒温室，一股酸腐味，不是每个人都爱的气味。呛鼻味来自一块块覆满霉菌的老乳酪，可不是哪里都能有。那我研发的这个乳酪叫做乳酪恒温熟成师，那它的温度跟湿度完全跟法国的地窖一样。如此用心是源自对另一半的爱。妻子爱吃乳酪，却偏偏有乳糖不耐症。陈志雄说没得妥协，只好自己做。纯牛乳加乳酸菌，加温吊水排乳清，再熟成，像做学问般，整门外汉最后的成品让人惊艳。有很多外国人他是不信的，你跟他讲，他说台湾做的，他不信。他不止在门口门市店看到他还不信，他还要求我要看你的制造过程跟你的乳酪库房在哪里。这些外形不讨好、气味却浓郁的老乳酪，让陈志雄培养出一群死忠的顾客。就像我们台湾的臭豆腐一样，那个味道是其实蛮逼人的，但是当你熟悉适应它以后，你会觉得这个是超棒的一个东西。乳酪如酒，越陈越香，价格也如同古董，越老越昂贵，全以公克计价。对，1公斤，一克3块钱，你3块钱的话，1公斤它就是3000块。对。从爱妻意外开创的事业，有着一块乳酪一世情的珍贵情谊。夫妻俩携手20年，如今儿子也加入，要把浓得化不开的情感继续延续。他最终就是一句话嘛，哎，爱爱你，爱爱你，这是大埔音。对。然后如果四线话说爱爱你，爱爱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看到好羡慕哦，感情浓厚。感情真好，感情浓厚，感情浓厚。把乳糖不耐症的困扰用爱化作美味的乳酪，让人见识到铁汉柔情最真诚的展现。感情浓厚，爱爱你，感情浓厚，爱爱你。